好來，鄉親朋友，咱轉到了節目嘅現場咯，我繼續啊，嗬，來老 Andy 嘅每人來邊，嗬 ，Andy 提過來打嘴鼓嘅，你講頭先講到了嘅沙氣哦，見到推廣嘅都，你講到嗬，師傅啦，韓國 Andy 學教啊，嗬，希望講哦，老佢發展做一隻，你講你特色哦，天天咧嗬，當然哦，你可能發展咪見到幾模樣樣，看你按樣辦去做一隻推廣咧。到了位啊，當然進到節目當中，我先來請你提過嗬，來講下，你頭先要講到啦嗬，社歐嗬下低年級嘅學生啊，記到我學呢個 warm up，學 warm up，韓國老師想講學起呢個天橋讀啊，嗬，本記到讀嘅會可能侵蝕。好，記到學的東西是不是對那個天橋地位讀咧？韓國你係當傳統嘅一種弄法，錯嗎？你傳統嘅弄法挺長條記嘅一隻意思啊，佢愛做嘛嘅用途嘛，嗬，唔係講就記到去，本記到像講緊做亂通片，就做得那個啱樣合好事，唔係啱樣嘅咯，嗬，佢嘅作用喺度哪位？佢係上本記落，你師傅嘅啊，是賣寫鴨來學嘅，差唔多學2禮拜，佢就做一個變落個填落去，個填落去佢就本記是行個填狗填筍個度按本記留個草按佢嘛留去丟啊嗬。做得應講到丟了個，應講到草天草嗬，安樣當好呢，安樣係咪就唔是掃草咧？嚇，掃草嘅那個社會係少得喎。係，韓國佢當到個你全部賣個福壽螺嘅肉啊，所以個鴨佢嘛當為是個福壽螺誒，所以因為做防止個因為福壽螺對呢個毛來講，佢會食個食毛嘛，也係食個入毛嘛，嗬。係，佢你講食個啊，是當將佢會來食啦。所以你一直講呢個平春海嘅一種風氣，當天然嘅方法，學體啲係，學唔是講掃草嘅功夫下少咧，嗬，做得攞去丟，韓國都係食呢個福壽螺，韓國咧，佢會要20個度啊，嗬，對，要弄落去嘅嚇，韓跟媽咪講做變當多啊，嗬，佢有人統計過啦，差唔多一分天最多是變20隻安，做唔得超過。做唔得超過20隻，有時講到討論來講啊，嗬，20隻係體育度好嘅。係啦，好，有時。所以禮拜佢等於是賣差唔多30隻安。30隻係體育度好嘅，嗬。好，你都講我寫歐啊，嗬，嗱記到。學啲寫鴨子，嗬，嗱佢腳落到天度啊，當然啲外都要鍋料咧，你講到鴨料啦，嗬，要特別隻鴨料，本記都做得盡咯，鴨本時都做得盡咯，你有會固性哦。好，你講到你一個想講鍋鴨，嗬鍋鴨嗬，記得上係一用兔子嘅，你按用嘅張方式係講冇講哦，你講你睇講你冇講啊，前件冇買啲咧，嗬，可能當到安電視機面前嘅鄉親朋友嗬，假使記得前件唔識嗬，來試過。假使我下記都冇試過，可能未冇買啲啦，嗬。好講到了位啊，你嘅有一隻部分嘅頭先要提到嘅，即係講你喺學校啲外度學生啊，你學校嘅學生啊要幾多少？你啊要8個沙誒，一下要8個沙，韓國一下少子化了，嗬。可能呢10年會見到減少呢？係冇錯，佢本來你喺學校係掹推廣你個夜間道嗰下。學生越來越少，佢倆就嘅知名度打開來咧，從倆嘅新生就增加嘅趨勢。有人因為講愛學來播愛嘅聲音來學師傅，所以其實當來圖倆只學校。哇！你係係招生嘅倆特色咧，嗬。係冇錯，冇特別專門往個大學校送啊。有名嘅學校。係，佢倆是慢慢誒，你不當學校嘛當好啊。係個願意留下來啊。所以今年是有29個新生嘅。哦，冇可能是不見到減少，你係因為有特色，所以見到見多。你係當好呢，所以你係而家你講到本年上下來圖嚟只學校嘅一張講到嗬，同你哋啦嗬，冇想辦下你講緊我仲係一個都市嘅學校，嗬，要
競爭，嘿佢都就咪認真讀書，嘿你下唔是啊，一本西歐咯接觸太自然，本佢都學到冇強濃嘅東西，嗯你係咪係見另外一種嘅競爭力啦？嗬嘿嘿嘿，我講到咧競爭力嗬，唔係講啲小學生天天咧，聽講佢要寫到其他學校嘅學生啊，咪窮下來，你會來做體驗下。哦，係今年還有個台灣高中嘅個學生交換學生，教完學生啊，嗰種係談到兩樣事嗰啲係外籍嘅，係外籍嘅學生。你都有國家嘅。有美國來嘅、加拿大來嘅、韓國倆東南亞嗰度，嗰邊來7、8屆，7、8屆起碼來體驗倆實務嘅個。神奇。我看見到咧，個個6天，我看見把體育6天，係冇驚驚啊樣嗬，哪怕係像講嗌教我天意用嘅聲樣。好，所以記得就係你都要教辦學生咯，教辦啲學生啊，記得要來到你會來做一隻體驗。當然，記得上去來係短期嘅，錯嗎？一係講到幾咪強弱啦，你啲學生嘅強弱長期挑到每全部要來，你會強下來做。冇，嗰係算短期嘅，是來倆體驗倆實務倆下，嗰隻時間佢來體驗倆，但挑到每冇全程參與。咁樣嗬，咁樣你下啲學校嘅學生啊嗬，記得就係小老師咧嗬，小老師咧做啲教你啲學生啊嗬，記得係輔同應用扮演啊。哦，佢是有啲學生佢對倆實務有興趣嘅嚇，佢樣做到當好係，做到當好，做得來教。像個黃德貴黃老師家孫，佢是嚟個，佢倆佢不卡嘛打造一個有機的一個農園啦，因為專門本身去體驗啦，體驗去教。佢樣認為講做倆都事情就係長久嘅。係錯，就講對倆個做嘅倆動作攞去做倆學習嗬，倆係一啲講正經嘅，全部係倆個課本底部度學唔到嘅東西，倆係仲應講經驗嘅一隻創新哦，應講到老經驗哦。做研究咧，冇穿下去哦，叫攞嚟什麼驗起嚟啦嗬。哦，唔係錯。要人哦，我講到倆會有啲，既然你下學校上去來推廣到眼好啊嗬。要希望講能擺嗬，一來向定你隻方向，就過來去撈你一個想講生意咧來種植啊嗬，也係講做農事嘅咁樣嘅一隻事情，能用辦撈佢推廣出去，要咁樣嘅一隻規劃嘛。哦，你下我。社區倆是有安樣計劃，來到布當村，咱規則變到只按照農業學校，係農業學校，校內邊穿最好，穿最學習，因為按你特別按照古農物展啦，嚇，嗰是按照展覽人，用展覽嚟學唔曉啦，係，我倆是為了嗰度，進行拿來操作所以用嘅，係，嚇，按照。活化農個古農具啊，所以我要做水叉嚇，水叉標嘅，透過嗰水叉嘅一隻作用係做得來嘛嘅，個水到底下手上當個嘅，因為係種應講老頭扮演幾多身份嘅經驗喎，一係都等於看到水叉唔知佢乜嘅作用，係香港水袋嚇，水袋，個水袋係種米嘅嚇。特別專門利用個水利啊，高低嘅差，高低嘅一隻手掌水，咁樣流下去叫做有兩個力，嗬，咁樣就做得去種米，那個米就種拍，種米拍來，嗰個水袋，係，我哋個社區全就建設了條設備，為來幫大家體驗。有相關嘅設備哦，唔係講單槍哦，即係講到你係用現代嘅機器，天嗬，幾多未有。用下傳統，我發現嗬，就唔是用到呢一個田力嗬，donc你講到全部係用呢一個太自然嘅，呢一度東西都做一隻作用啦，好，你講南擺啊，你會做起來個好，你下要學教其他學教上講，我來呢度呢一片來學習，也係講我希望講要你都會合作關係嘛。哦，你啊從嗰度設備完全之後，我哋是為來教，其他嘅其他嘅社區冇做好搞嗰度，慢慢因為你係做推廣
农事体验啦。嘿，所以讲到吼，假使讲你一下透过你的节目哦，乡亲朋友，你都会下去，又希望讲安样来做的时间吼，当然啦吼，你是做得来老布当下去来做一张联络啦吼，你下去的了都家长啦，吼，然后也系 support 帮忙哦，那了只学校的哦，给了学生的吼，大家嘅感情应该咪当好，韩国应该名啊全部念得出来吗？哦，了下按到亲好咧，喊得出去都会名，大家近排有联络啊，吼，喊头近排做事情，大家会有共性啊，所以咧大家是会当活络啊。哦，你讲到啊，了解大家的感情好咧，做事情咧，了解就讲较共性，上在强用的时间。几只会同吼，下去地步的嘛事情全部当好，韩国哎呦，又做了啲事情咧，成日咧吼，记得冇时间去搞其他，已经讲到唔会讲你讲啊吼，贵龙圈去做其他的事情啦吼，哎用去好讲到了位嘅乡亲朋友有上过冇吼？你下假使讲 Andy 嘅了解成人读书嘅学校啊吼，像 Andy 用山啦吼，山啦学校强用，记得做得落学了都有东西啊吼，哎用最近系当好本成人咧。做对来学生法地度的东西，好，到了尾声来聊下，家下转到节目当中，咱个继续来啦，李太哥来打嘴鼓。